顶个月底，屏东的高树有2台沙车车相撞，其中有一个驾驶当场死亡。屏东县的警方对6月初9开始将对大型的货车违规处罚来扩大执法。来，路边小停一下。交通警察爬起爬落，检查车道的物件敢有绑好势，嘛探问证件时阵，甲驾驶宣导。屏东县对这个月9号开始，会加强对大台车的违规处罚。要扩大执法的原因，就是顶个月伫屏东的高树发生严重的沙石仔车车祸，佮造成一个驾驶死亡。针对砂石车容易肇事的时段、路段，强化巡逻拦检勤务，并结合科技执法设备，加强砂石车各类违规取缔，也呼吁砂石车驾驶能够提高驾驶安全意识，共同打造道路交通安全文化。根据屏东县警察局的统计，今年1至5月，大台货车的交通事故总共有73件，造成2个人的死亡，86个人受伤，比去年同时间减少3成左右。这摆执法的重点除了超速、弄红灯以外，嘛针对无按照路线指示驶车、食酒驶车这的情形加强处罚。当着大台车咱就爱随时这车迄个后面的车况安怎啦最好是保持距离，一切安全啊，唔好靠太过近啊。警方这摆嘛特别针对大台车定出入的危险路段加强执法。警方嘛提醒民众，驶车、骑车、行路时，拢唔通伫大台车转弯的时倚伤近，更加注意安全。记者柯炳哲，屏东报道。